個數據庫咧就係喺2022年咧，我哋環保署係自己去成立嘅，自己去研發嘅。咁喺過往嘅時候，一啲嘅項目要推行嘅時候咧，都往往會花一啲嘅時間啦，去做一啲嘅基線調查啦。往往呢啲嘅搜集呢啲資料啊，都會花上幾個月，甚至乎可能都要1年嘅。咁我哋呢個數據庫嘅成立啦，可以幫到一啲嘅項目倡議者啦，或者係一啲嘅顧問公司啦，佢就可以慳咗一啲時間。數據庫亦都係包含咗好多智慧嘅應用程式啦，其實都喺不久嘅將來咧，我哋都會融入咗一啲嘅人工嘅智能啦，去將呢一個嘅譬如一啲嘅空氣嘅評估啊，做得更加快、更加係準確同埋更加有效咯。我哋而家喺嗰個叫做北環線啦，咁咧就我哋較早前就做咗嗰個環境評估嘅 EIA 嘅，咁咧當時就我哋就運用咗個環境數據啦，咁咧就去睇到即係基於嗰個環境數據俾咗資料我哋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比較容易咧去到選擇唔同嘅走線，咁就因為我哋平衡嗰個譬如啲站嘅擺位啦，點樣去最好服務將來嘅市民啦，咁嗰啲工程嘅一啲考慮啦，以至到就係即係環境嗰個影響啦，咁我哋做出啲評估嘅，咁就喺個環境數據庫裏邊咧，我哋就有啲即係基本嘅資料，譬如係一啲生態嘅資料啊，有啲噪音嘅即係敏感受體嘅資料都喺度嘅，咁我哋就可以咧擺唔同嘅方案來睇下個影響，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咧就已經可以我哋啲嘅即係做環境顧問嘅朋友咧，可以喺個網上邊咧將啲資料咧下載落嚟，擺落去個數據自己個 model 度做，咁啊加上自己項目啦，一擺落去咧，咁已經可以做到個好好嘅效果。香港環境數據庫，它是提供一個集成的平台，包含了150多套的數據，它跨越了過去40多年的一個數據的收集，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數據集合平台，省卻了我們的跨部門申請使用香港的環境數據的這個麻煩。它還具有一些分析的功能，比如說香港環境數據的可視化，那麼它在我們教學的時候可以極大的豐富我們在教育香港學生理解香港的環境過去的歷史的時候的一個特別好的應用場景的展示。香港的環境數據庫呢，它起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橋梁的作用，它溝通了學者和政府之間，使得政府部門在做出決策的時候可以有更好的數據的支持。我還注意到，除了香港的學者、大灣區的學者，甚至是全中國的學者都在關注我們香港非常開放的數據平台，嘗試着用這個來進行一些大數據的研究，甚至是如何整合人工智能，我們可以更好的去預測未來的環境變化，從而做出更好的環境管理。我想就是說，這個呢是大灣區非常獨特的，那麼我們起了一個引領的作用。香港的大灣區的整個的環境是聯繫在一起的，比如說我們的中華白海豚跟這個珠海之間，它是一個水域相依的。那麼我想在跨部門或者我們香港將來跟大灣區其他的城市合作的時候，我們香港環境數據庫的這個平台會提供一個非常極其重要的作用。呢個環境數據庫咧，喺即係提升呢個所謂專業嘅效率裏邊，環評嘅專業效率裏邊咧，有一個都幾突破性嘅地位嘅。就我覺得真係喺香港所謂一個知識型嘅或者用 data driven 嘅 society 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咯。呢啲資料亦都會喺個平台裏邊，其他人又可以用。咁呢個一個 feedback 嘅 loop 咧，其實以前係冇嘅。當同唔同嘅部門溝通嘅時候咧，都容易嘅。香港係差唔多係世界第一個可以有咁多資料公開俾做環評又好，甚至唔係做環評我哋有陣時教學生都可以 refer 翻去呢個資料庫啲學生去睇咧。呢個係全世界我未見到有其他地方有類似嘅資料庫。我自己係好希望，即係唔係淨係做環境嗰部分嘅人可以用得到，我亦都好希望真係可以即係環保署可以 promote 多啲，係啲學生嗰方面咧，我覺得可以介紹多啲 promote 多啲，等佢哋知道香港原來有啲咁正嘅嘢。
咁自從我哋呢個數據庫喺2022年嘅12月推出之後咧，其實都獲到不少嘅業界嘅支持啦，同埋都有廣泛咁使用嘅。咁我亦都好開心啦！呢個數據庫推行咗大約1年度啦，咁其實到而家咧，我哋已經係喺地區性同埋國際性咧都攞咗2個獎啦，包括咗喺2024年嘅11月啦，我哋喺廣州嘅一個嘅國際嘅論壇啦，東南亞嘅論壇咧，呢個數據庫得到一個最佳環境創新獎啦。咁喺今年嘅2月咧，我哋更加係好開心啦。咁我哋就榮獲咗國際環境影響協會佢頒發嘅2025年嘅最佳企業創新獎啦。呢2個獎亦都係反映出咧，我哋環保署喺呢一個創新同利用科技方面咧，係利用呢個環評嘅影響做嘅工作咧，都係有一個成果啦。